以前成日都聽人哋講，香港到處都係機會，處處都係商機。創業咧，相信係好多人嘅夢想。如果你都係有嘅話，咁你嘅開始又係點樣嘅呢？如果你有好好嘅夢想同埋計劃，而冇去開始嘅話，你嘅計劃都係停留喺個夢想入邊。全新一輯傾下講下嘅訪問嘉賓咧，今次請嚟香港專業髮型品牌嘅創辦人 Terry。大家好，我係康振有限公司 RP System 嘅 Terry。Terry 咧，從白手興家啦，到做到一個街知巷聞嘅髮型產品品牌，相信咧你一定有好多經歷想同大家分享啦。不過喺分享之前咧，我想問 Terry 一個問題。細個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有寫我的志願啦。咁你嘅我的志願係咩咧？我的志願諗翻起咧，印象都好深刻嘅。我就係想做一個消防員。竟然係消防員？係啊，即係消防員。咁點解會係咁深刻嘅印象咧？就因為喺小學嘅時候，咁我住嘅對面嘅樓咧就發生咗一個火警。咁消防員咧，佢整一個過程由佢哋嚟到個現場係點樣去操作，最後咧救熄火同埋救埋啲人，喺我個腦海度咧真係非常之深刻。咁所以希望大個之後咧，我亦都希望可以好似你咁英勇。即係當刻就係呢個就係我小學嗰個志願啦。所以其後你就朝住呢個夢想進發啦，就考消防員。係啊，中學畢業後咧，第一件事咧我就去考消防員，咁亦都係收咗我嘅，但係我就瞞住屋企人去嘅，因為當刻咧我自己去諗咧，如果我同父母去講咧，佢哋一定係好嘅反應就反對我去做呢個行業。咁考咗之後都要抉擇啦，咁就希望搏一搏啦，即係話同爸爸媽媽講啦。我考咗消防員啦，咁都好中意做呢個行業，自己有個咁嘅夢想。但係當刻咧，尤其是媽咪啦，第一件事就話你考消防員，幾乎話你唔好翻屋企啦。如果你做呢個消防員，有冇話咩原因咁反對嘅？喺佢哋嗰個思維嗰度，佢覺得救火當然啦係非常之危險嘅，咁所以亦都唔想自己個仔女即係去做呢樣嘢咯。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佢哋應該係咁諗嘅嘢。冇辦法啦，最後我都係要選擇，要做一個抉擇。咁於是咧就放棄咗呢一個消防員，就去做另外一個行業。即係你成功已經錄取咗你㗎啦，係啊，但係你就放棄咗呢一個 offer。係因為尊重爸爸媽咪嘅意思係咪啊？都係，有時啲嘢都唔可以話自己想諗去做乜就做乜嘅，即係都要多方面去考慮嘅，係咪？因為畢竟大家同一屋檐下，咁好多時因為相處嘅話，亦都大家會有啲問題。咁同何況消防員咧，佢30歲都收噶嘛，咁我暫時咪緩衝咗去做其他嘅行業先咯。消防員又做唔成啦，最後經歷係咩咧？咁消防員冇得做，咁都要食飯㗎。於是咧，我就同一個同學咧就一齊去考嗰個見工啦，去個美國銀通銀行嗰個 Green Card 部嘅。咁好好彩，兩個人都錄取咗。咁於是咧喺嗰度都做咗年幾2年，但係發覺咧朝9晚5坐定定咧，自己又好似接受唔到。咁有啲想變動改換環境啦，咁亦都想揾多啲錢啦。其實係咪就開始投身呢個髮型行業咧？都係嘅，但係都係一個都係無心插柳嘅情況之下去投身咗呢個髮型行業嘅。有一日咧就太太咧就睇報紙，咁於是我就同佢講，我都其實都想轉下環境，希望有收入多啲啦。學多啲嘢，冇咁悶啦，坐定定咁咯。佢就話你不如做 sales 啦，因為 sales 如果男仔嚟講咧係可以成長得快啲嘅，咁亦都可以話多勞多得啦，
可以令到自己，譬如你想揾多啲，你咪勤力啲咯。咁於是咧就谷住嗰個拍品，佢就你不如做拍品啦咁樣，因為拍品又可以扮靚，咁同埋頭髮咧亦都係永遠都有得做。咁我諗下都係喎，咁又有得扮靚啊嘛。咁同埋個行業亦都可以持續成做咯。係。咁於是就去見工啦。咁你真係入咗行，有冇覺得係咁好玩啊？一樣都係日日扮靚咁樣係嘛？入咗行之後，其實第3日我已經唔想做啦。竟然係咁。第1日咧就老闆帶我行啦，咁就完全冇 training 嘅，咁就由金鐘行到去西摩道，即係去到西環咁滯。第2日佢同我講：你 OK 啦，你今日出去油尖旺啦。咁好啦，於是第2日我就去咗旺角。咁去咗旺角咧，就嗰啲鋪頭咧開得比較晏嘅。咁係我記得喺山東街，原來未開門喎。咁我等下，翻轉頭睇下，原來開咗門。開咗門入邊咧有7個金色頭髮嘅人喺度。咁譬如呢啲髮型師啦、Junior 啦、助手啦，我估計係咁啦。行咗3轉，我先夠膽拱門入去。太多人喺裏面聚集。係啊，你又啱啱好又冇客喎。係咯。咁又未接觸過呢個叫做銷售行業，即係直銷嘅。咁最尾諗下，話唔定都係要轉行，不如鼓起勇氣啦，就真係拱入去。但係老實講啦，道門真係好重嘅。你其實唔係道門重，係自己拱入去嗰個力係啦，即係自己掙扎咗3次來回。咁一入去咧，自己話我係某某公司嘅業務員啦，行街啦。咁今日想介紹啲產品俾大家，於是咧7個人冇嘢做噶嘛，未有客，咁圍住我。咁我打開個篋啦，我話我哋公司咧有一隻好嘅產品啦，係啲天然原料製造嘅，咁就頭髮護理嘅焗油產品。咁佢哋周圍攞上嚟係擠下又摸下咁樣。咁我於是咧我就開咗一支 cream 嘅焗油，咁就搽下手背啦，俾佢哋睇啦。呢個天然係有滲透嘅，咁樣可以皮膚都吸收嘅。咁突然間咧，樓上有個人好大聲：哇！你哋做咩啊？唔使開工啊！咁喺樓梯度，我望一望，原來有一個男士啦，年長啲嘅40歲到。咁佢哋就叫老闆早晨。咁我知道個老闆啦。跟住個老闆就話咩話？天然㗎，天然嘅，咁你食一啖啦，我幫你攞10包，你食俾我哋睇下。跟住我猶豫咗2秒鐘到，我望一望，咁樣望一望。你真係食啊？係啊，七個人加埋老闆8個人咁望住我，個個咧等我答佢哋。於是咧我就撩咗一撇出門擺落口，跟住仲會咗2下。跟住吞咗落去，就望住佢，老闆，我聽日送嚟噶咯，10打，好啊，送嚟啦。佢又望下嗰啲伙計，咁佢可能都落唔到台，佢都係咁講。講咗一定要順手承諾啦，好大膽喎！你真係食嘅，嗰個仲要係你第一個生意嚟，真係食嘅，但係好少，唔敢話食咁多嘅。始終佢都係俾頭髮用噶嘛，唔係食咗落肚。我見佢好尷尬咁樣講嘢，送嚟啦。我話唔係啊，其實我揾食嘅啫。咁會唔會係我哋公司以前啲行街得罪咗你啊？我話我都係新嘅行街嚟嘅，我都係揾食嘅啫咁樣。我話你不如咁啦，你試下半打或者1打啦。如果好嘅你先至再攞咁樣。但係佢可能之後好欣賞你喎。如果我係個老闆，我好欣賞咯。我會覺得你係真係做得好用心。佢可能覺得呢個後生仔都幾夠真喎，真係夠膽咁食。係啊。因為佢哋好多時呢個行業有啲新嘅行街咧，就幾難入行嘅。其實後尾我先發覺有呢個情況。因為髮型師佢哋本身原來咧，我發覺佢哋咧表面係另一個人，
但係咧實際佢哋都好夠戾氣。咁好似呢個老闆後尾都成為我個大客仔。係啊，佢就係咁我攞十幾個，係啦，十幾隻貨嘅，啲咩新貨佢都願意去幫襯。咁都建立咗一啲叫做友情啦、下情啦。咁所以你個頭開得好好喎，你最後做呢一個髮型嘅 sales 啊，品牌嘅 sales 啊，咁你又做咗幾耐啊？如果做 sales 嘅打工嘅，我應該係做咗5年度。咁其實咧第3日我就翻去，咁老闆娘就話俾我聽，話因為老闆娘唔係好管呢個業務嘅。開會嘅時候咧就話Terry 你個區跌咗喎，跟住我話我翻咗3日啫喎，咁快跌咗嘅咁樣，係喎，啲數係跌咗喎，咁樣，咁我就冇點樣再去理佢。我當刻覺得係其實都好唔順嘅條氣。我翻咗3日工啫喎，你話我啲貨跌啲數跌咗，於是我就個人都比較鬥氣啲嘅，等我做起咗先至俾你睇先走。咁你之後係咪做咗銷售王啊？好得意嘅，因為喺嗰度同時間咧，我哋都有3、4個新嘅 sales 入去嘅。咁有一個叫師兄啦，依家喺呢個行業仲喺度嘅。咁佢咧就好中意挑戰所有嘅業務員，咁佢排第1位。咁就每次我哋會每個朝早就會用半個鐘頭，大家去食早餐。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佢就覺得Terry 夠唔夠膽挑戰我啊？咁樣，我話師兄，我入咗嚟，我話我半年啦，半年我過你頭啊，第4個月我已經過你頭噶啦。你哋係一個競爭對手，但係大家都良性嘅，其實良性嘅，係分區嘅，個利益咧就冇，大家都係各自喺個區嗰度揾食，係啦。咁因為我行嘅係中環區同埋油尖旺區。咁你可以講，如果你做到生意，你就會係游水區，因為80年代啊嘛，80年代嘅時候，香港髮型係好輝煌嘅，做唔切嘅啲髮廊，我就拉咗頭馬，咁唔單止要請我哋食飯，請我食飯，咁仲要叫聲契哥嘅，咁都好多謝佢啦，佢都激勵咗我。包括個老闆娘啦，話我3日已經做到啲數跌晒咁樣，咁我比較點樣講啊，倔強啲啦，可能個性格，咁就咁樣喺做業務又做咗5年啦。從一個髮型產品公司嘅 sales 去到之後做到一個品牌企業嘅老闆，當中其實係經歷咗啲乜嘢令到你有一個創業嘅諗法呢？定係因為嗰陣時個年代香港係4處都係商機咁樣呢？萌生呢個創業嘅念頭咧，就係呢4年嚟，嗰4年嚟，咁我由一個打工仔就變為一個有10%嘅一個股東仔。咁於是咧，我哋就幾個人夾埋去開一間公司，就做呢個髮品啦，亦都係一個新嘅品牌。咁當刻咧，亦都做到街知巷聞嘅，嗰個 O 字頭嘅品牌喺香港都應該做到2-3千個用戶有用嘅。但係咧，最尾4年嘅努力咧，到分錢嘅時候咧，原來係公司都8000蚊賺，覺得嗰4年嘅時間係白費咗心機。咁呢個可以講係我第一次做老闆嘅一個挫折啦，本金都冇攞過。雖然本金唔多2萬蚊，但係連本金都攞唔翻，咁就萌生咗呢個要自己創業嘅念頭。當初你同呢幾個朋友啦去做小股東嘅時候，有冇話一啲好強烈嘅諗法，令到你覺得我一定要行呢條路？有㗎，因為自己都想證明下自己所學嘅嘢係唔係足夠啦，有能力係啦，個能力係咪足夠啦？都想證明下自己係點。第二都係一個好切身嘅問題，就係話個收入啦，因為家庭又唔係真係好好嘅環境啦，即係都好一般嘅環境。咁都要同自己諗下將來點行啦，拍緊拖嘛。
咁所以咧就好堅決地咁樣自己跳出嚟再創業咯。咁當初你去小投資啦，有一個叫做失利啦，都冇令到你好驚喎。你之後繼續成立自己嘅公司喎，係咪啊？都係噶。咁其實呢個挫折，我覺得係更加堅定咯，令到我自己，因為希望自己可以唔好再咁被動啦，能夠自己長遠地可以創立自己嘅公司，自己去揸莊咯，可以咁講啦，輸贏都係自己咯。咁所以咧就創立咗而家呢間空神有限公司。咁當 Terry 你成立咗自己公司啦，咁其後你遇到嘅開心唔開心嘅嘢又係啲咩咧？同埋又係咪你預期之中嘅咁嘅結果？其實都預期都係辛苦噶啦，但係估唔到係真係非常非常辛苦。咁點解咁講咧？咁當我成立公司準備去推個市場嘅時候，應該係第一個禮拜。咁舊公司離開嗰間舊公司咧，仍然都喺度運作緊嘅嘛，有其他嘅股東喺度。佢就出一招減價，譬如賣緊150蚊嘅嘢就減到60蚊，即係離貨價，仲要蝕埋運費、倉租其他嘢，跟住就懟，即係撳我。一個禮拜內咧跌咗20萬生意。咁因為咧你有間新公司啦，資金好有限啦，咁啊地方又租咗啦，成本又大，係啦，租金啦。咁亦都有2個員工啦，咁嗰個開支當刻嚟講係對我嚟講係好大嘅。其實一個禮拜內咧落咗單嗰啲客咧就跌咗80%。咁喺呢個 moment 咧就係我自己咧暫停間公司，咁啊留翻我自己又出去打工，留翻2個業務喺度。咁我記得我應該係1年冇出過糧。我自己冇出過嚟，但係創業嗰陣時咧，其實已經係有家庭嘅。諗起都係都有好多回憶。創業呢1年咧，我又添咗個 BB， 咁亦都抽到一個居屋，亦都要供款，同時間要裝修，係啦。咁啊加埋創業。可以話1年內做晒人生3件大事咯，對我嚟講嘅壓力都真係幾大嘅。我就唯有將嗰個貨倉落閘，唔做生意，因為我賣嘅產品得3款，咁佢3款嘅產品都減價，減到去廠家交出嚟嘅價錢，成本係貨本價，唔係成本價。咁我再去第2個行業打工啦，即係維持翻嗰個生活費啦。咁於是就都經歷咗差唔多9個月，咁然後先至再重新開翻貨倉。咁你呢9個月係打工，跟住賺翻啲資金，然後就開倉咁嘅意思係？係啊，即係足夠開支啦，足夠去支持個倉啦。咁屋企同埋屋企嗰個費用咧，就太太去幫手啦。因為佢生 BB 啦，咁佢喺間公司亦都有個長期服務金啦，攞嗰嚿錢嚟維持翻呢9個月公司嘅同埋家庭嗰個運作嗰個支出，所以都好多謝太太嘅支持，好多支持喎，身心理都係支持住，因為你咁大壓力，佢都係一路喺度支持住。係啊，冇錯啊。嗱，不過所有嘢都已經過咗去啦，而家都雨過天晴，係咪？Terry，你嘅 B5 Tremont 同埋 R3 System 逆零電化系列，其實究竟係點樣出現嘅咧？斷估唔會橫空出世啩？唔好答我住，我哋呢個問題留翻下星期講，下星期2傾下講下，有我 Kiko 唐浩嘉，傾下講下見。